善政、黄志仪啉酒开车。昨日暗7点左右，张善政甲教育界做伙食饭，手提红酒杯仔来翕相，讲有啉红酒。5点前后12点外，为着地下管线别管断水的问题，市长是家己开车到平定的净水厂。民进党来指控市长啉酒开车，张善政是出面来驳回，讲伊的酒量真歹。当时这个葡萄酒是小可抿一个尔。也毋过，也是引来着正大批评，讲市长做上歹的示范，也就是市长歹带头。今个有乡亲无水通学用，通市长张善政昨半暝外互驾驶加班，亲身赛车去山顶集水抢巡查。毋过5点钟进前，伊拄甲教育界人士食饭，摕红酒杯仔欢喜翕相。洪志仪敢讲市长带头酒驾。餐叙大概是晚上差不多7点钟前后，那个时候拿红酒、葡萄酒抿了一下。我不太会喝酒，所以其实酒量我一向不会多喝酒，大概都是在嘴巴抿一下。那么我去回到家，然后梳洗一下，知道说刚刚讲的这个水的状况以后呢，我大概是12点左右从家里出发。各位算一下哈，抿2小口的葡萄酒，过了大概5个钟头，会是酒驾吗？讲家己干那担一个，毋过安尼讲法议员真歹接受。试问揪空的人，他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吗？张善政市长必须道歉认错。张善政身为地方父母官，应该要有更高的警觉性。明明可以找代驾、计程车等方式，却做了不良的示范。2019年，张善政搁要伫面册发文章，讲过年期间有真侪酒驾状况传出来，若是会当提早预防，敢无好？即摆亲像要听有这话，即摆煞逼出疑似酒驾，嘛有原本关心自来水事件的好意，拢无妨放伫重点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